無字天書2生態篇讀完了身體這本無字天書。這一期我們把視覺拉遠一點，去看看大自然寫在天地間的那一本。為什麼要看真的，不看書上寫的？因為文字的陷阱比我們想象中多。人類太習慣美化自然，太喜歡把自己的價值觀投射到動物身上。古人歌頌鴛鴦為愛情鳥，寫進詩詞，繡在枕頭，刻在家具上，仿佛他們是專情的代言人。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？讓我們翻開《生態》這本無字天書，好好看清楚。先說鴛鴦，它們確實美。繁殖期時，雄鳥會對雌鳥上演曲頸點頭的華麗求偶儀式，那畫面浪漫得無可挑剔。但現代生態研究告訴我們另一個版本，鴛鴦在繁殖期間確實成雙成對，但並非終身一夫一妻。更顛覆的是，雄鳥求偶完畢後，通常不參與孵蛋，也不負責育雛。巢中的蛋，破殼後的雛鳥，全由雌鳥一力承擔。我們歌頌了幾百年的愛情神話，原來是一場美麗的誤會。不是說鴛鴦不可愛，而是說真實往往比傳說更複雜，也更有趣。再說狼，如果說鴛鴦被過度美化，那狼就是被過度妖魔化了。童話裡的大野狼，成語裡的狼心狗肺，把這種動物釘上了狠毒的標籤。但頂尖野生動物學家 David Mack 博士花了整整13年實地觀察，揭開了狼群真實的社會結構。狼群本質上是一個由一夫一妻繁殖對及其後代組成的家庭，他們共同狩獵，共同守衛領地，共同撫育幼狼。與其說是狠毒，不如說是緊密；與其說是野蠻，不如說是忠誠。一個被神話，一個被污名，兩者都被文字扭曲了原貌。讀《生態》這本無字天書，最大的震撼就在這裡。當你親眼去看、去觀察、去貼近真實，你會發現大自然從不按人類的劇本走，他們有自己的邏輯、自己的節奏、自己的美。而這種美不需要修飾，已經足夠動人。比起那些被文字美化的故事，生態現場給我的是另一個層次的震撼，更赤裸、更真實，也更值得尊敬。下次當你再看到鴛鴦戲水，或者聽到遠處狼嚎，不妨想一想，我們真的認識他們嗎？還是只認識了人類寫給他們的劇本？大自然的無字天書，頁頁都是真相。我們要做的只是放下成見，靜靜閱讀。